看後面一片哈，這個我們的蓮潭公園啊，蓮潭滯洪池很漂亮哈啊，在市府特別選在這個景點哈，搭建這個活動中心，讓一個多功能的方式哦，給我們的鄉親能夠使用，而且建築上哈搭建得非常完美，這個花了5000多萬，啊，由中央補助1600多萬，其他的由市府自籌哈，也在經費拮據的範圍內哈。市政府能夠找出這一塊土地，又用了這些錢哦，來讓我們的鄉親能夠多功能使用。像是1樓我們將來要做收銀中心，2樓這邊就是由我們社區使用哈，有大禮堂啊，也有廚房啊，還有就是各種多功能的方向哈，來給大家來完善。是我們從108年開始，我們就開始去做努力跟規劃，到今天115年1月份開始落成，所以這中間呢，我們大概經歷了6年多7年的時間，才等來這一座。那這當中呢，當然會遇到一些困難，所以就是市政府也有幫忙，還有我們的林志展副議長也有幫忙，所以這一座的里民活動中心不是單純只有里民活動中心，我們樓下1樓是0到2歲的公托教育，因為現在這邊住的是非常多的南科的工程師新貴，他們的孩子其實很多都找不到保姆可以做安置，所以我们當初的設想規劃是想說，讓年輕的工程師在這裡能夠安居樂業。蓮潭里的活動中心是坐落在蓮潭公園的東北角。蓮潭公園是一座滯洪池，設置這個滯洪池的目的呢，是為了就是要疏洪，就是大雨的時候能夠蓄洪的一些作用。所以在這邊呢，里民常常就是每天早上跟下午都會有人來這邊運動。公園的旁邊再坐落這一座美輪美奐的一個里民活動中心，其實除了讓民眾可以歇歇腳以外，然後接下來就是未來我們大概下個禮拜開始，我們就會跟成大團隊做合作，那會有一系列的講座來提供給所有的里民來做服務，這樣子。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3、2、1，請剪彩。來，將相公嘞，好咱未來攏會當一切順利，一切平安。因為黃國哲市長進來，伊對於義里活動中心非常的認真支持推動吼，非常感謝咱議員吼，會當共同支持這個經費。市長進來已經攏有68座的活動中心重建，閣有迄個整修啦吼，新的部分29座，所以伊進來到今年年底吼，會當完成，閣差10座嘞吼。所以其他的部分就是講有誒規劃中啦吼，所以這個活動中心起來了遮水，希望講里長好了用啦，周遭環境都整理得都非常的漂亮。內底設施市政這邊遮阮會盡量來甲配合好勢，最後希望講里民會當多多使用吼，你包括講迄個辦理活動還是研習啦吼，包括講迄個研習的課程，我那有。老百姓盡量咧，市民都盡量咧使用。大家好，我是楊淑懷，歡迎收看2月10號禮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關心2026地方大選，4連霸台南市議員陳怡婷10號在立委，同時也是民進黨提名的台南市長參選人陳亭妃陪同之下，正式宣布無參與民進黨北區甲中西區議員初選登記，希望黨內提名競爭會當單純，笑盡整合。立委陳亭妃也表示，面對未來選戰，只有團結才會當大步向前。今日是民進黨6都直轄市議員提名領表登記的最後一天。台南市北區甲中西區4連霸的議員陳怡婷選佇的最後一刻，宣布無要參與這屆北區甲中西區議員的初選。這段時間雖然這位里長甲支持者攏咧關心，不過最後的決定就是宣布無要參選。沉重的記者會，然後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決定。但是呢，我也感謝怡珍在這個重要的時刻，當這2天我在跟他討論的時候，那
他雖然心情有很多的心情故事有很多的不捨，畢竟16年議員選舉，不管是初選或大選其實外界大家來評估其實宜臻要通過，其實並不困難但是我想為了團結，為了讓我們的黨內的優秀的同志有更多出現的機會，所以就如同剛才亭妃所說的，我就宣布做了一個很困難的決定宣布不參選這一次的議員的連任。那我想未來服務會繼續。那我想不管在什麼位置，愛台南的心還有對基層的承諾都不會改變。立委陳亭妃表示，伊佇單一鎮4任的議員，過去參與黨內初選，唔定民調排名第1，第4屆議員連任，還佫摕下最高票。即屆為了黨內初選的競爭會用個單純化，決定以大局為重，提出議員的選戰，專心擔任陳亭妃競選總部的執行總幹事。宜臻做了這個決定，他在今天最後一天，每個人都問他說：“你什麼時候要去登記？”宜臻今天在這裡宣布，他不會去參加登記，他也不會參與這一次北區、中西區的議員選舉。亭妃會請他來擔任我的執行總幹事，因為他自己輔選過，自己也做教過，這貴好酸寧卯嘎蘭呼算鬼，所以他非常清楚那個美感在哪裡，所以會由他來擔任這個角色。雖然單一鎮退出這屆議員選舉，真濟里長甲支持者攏真唔甘，不過單一鎮的替選是毋是會用促進黨內的整合？兩位姐妹仔嘛表示，目前上重要的就是專注佇個市長、議員甲里長的輔選工作，協作團隊爭取到最大的實處，團結一致，唔定2026愛贏，2028總統的連任嘛愛贏，才能夠讓台灣大步來向前。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台南市東區議員參選人歐正豪，昨號佇議員詹培甲的陪同之下，正式成立青年軍。現場超過50位20歲到40歲的青年朋友，穿着青年軍 T 恤到場小廳，宣誓青年忠誠、親子共育、甲守護英法三大主張，希望透過青年世代結合，展現參與公共事務決心。後禮拜就是農曆的春節，為了迎接新的一冬，新年新氣象，台南市東區議員參選人歐正豪上午佇個議員詹培雅的陪同，正式宣示青年軍的設立。現場超過50位20到40歲的青年朋友到場來小廳，象徵青年世代的團結，要參與公共的事務。我好感動哦！我兒子的魅力真的也不錯，我講高聲哈所以。因為我一進來的時候就看到這麼多的年輕人這麼的支持，盡在不言中，謝謝大家。那我把我說的今天的過程，我兒子從政青年軍的成立的理想想法，讓他自己來表態。為什麼我成立這個青年軍？其實以前我也在業界服務6年的時間，那我回到媽媽的服務團隊，在基層服務已經4年了。那在這個4年的過程中，我結識了非常多年紀與我相仿的年輕人、青年人，20到40歲的好朋友。其實，在這樣的，我們都需要生活，都需要工作。我們在人生的年齡的階段是在同相近的一個階段。那所以說，在這4年的歷練中、過程中，我也希望未來，也就是今年度的選舉，歐正豪能有這個機會，用台南市議員的身份，站在第一線，為我這群朋友這一個世代的夥伴們來發聲，成為第一線，爭取更多的福利，爭取大家關心的，把我們的所思所想能一步一步去實現的那一個民意代表。今年35歲歐正豪佇個業界服務6冬，加上4年佇個媽媽議員服務處的服務甲佇觀察，伊發現因這代正面臨頂懸有父母愛照顧，下面閣有囡仔需要來養育的階段，因此提出青年忠誠、親子共育，甲佇守護英法的三大主張。東區是一個文教區，所以說對文化的熏陶，我想
要更多，這是勢必也是我們想要共同努力的目標。那第二個部分，所以現在大家很多爸爸媽媽都會關心孩子的教育，也很多從業的教育人員都在現場。現在霸凌的議題，教育界霸凌議題非常的嚴重，還有特教的資源、幼教資源的不足。那這都是我們這個世代，我們這一個年紀，作為年輕爸爸媽媽，未來勢必會面對15年，一定會去面對到教育的問題。我是一位同行者，因為我是一個爸爸，我有切身的感受，我知道大家的需求，所以說把這樣的聲音帶到教育局，讓教育局去重視這些問題。而我是一個非常用心、用力的發聲者，這是我期許我可以成為的那一個角色。現場出席的除了議員詹培雅的加油勉勵，另外還有真濟青年族群，包括一在同濟會、人工青商會，以及著名的國樂團，佮着幼教協會等一個團體共同出席，象徵新世代對台南來出發，共同關心台南的公共事務，為人民來發聲。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雖然議員蔡旺全3天前宣告失利，不過除了服務處繼續服務，每到舊曆過年的寒冬送暖嘛堅持無中斷。今年已經第21天，同款有濟善心團體甲優質的小廳，除了共同關懷家壽日好，現場嘛有寫春聯小送，以及市民高響樂團勇敢的演奏，用行動支持一個有溫度的台南。來到正議員創全的服務處已經被關懷弱勢物資堆甲滿滿。雖然伊佇3天前選舉失利，不過伊的服務處繼續經營，佇東區扎緊服務，其中關懷中家壽日好的寒冬送暖，10號這天嘛佇各界小廳持續發送物資，堅持21天，相當甘心。包括立委陳廷輝的飛飛團隊以及東區區長嘛到場讚聲，肯定創全的鐵馬精神。我們這一次捲土重來。而且伊這3天下來嘛無間斷，一直在做服務，而且我們的服務處也一直沒中斷，也在做服務，所以我相信這個服務的精神就是我們的鐵馬精神哦，不是鐵馬精神呀，是咱希望講用鐵馬精神來服務咱每一個人，就是咱唔驚艱苦，唔驚困難，只要人民有需要阮的。一定會出現。感謝旺全它集合了包括我們的一些相關的一些企業啦、個人啦，然後有一些有心的人士共同來合作，叫我們起碼像老人，天氣雖然寒冷了，但是咱的人的心情都溫暖的。然後旺全我覺得很難得，就是說他無所求不管在哪一個位置，他都一定把它做的是最好的。是議員逐檔舉辦。為了就是講你這個城市是溫暖的吼，這個城市需要咱大家共同做伙手牽手是一個大家庭。活動現場除了有關懷東區中家壽日好的物資發放，也邀請濟書法老師現場寫春聯、送春聯，提早感受過年的喜氣。加上創全本身是台南市市民高響樂團的團長，現場嘛邀請樂團近距離和大家欣賞優雅演奏。同時希望今年當選議員將在文化中心辦國人演奏會。第一屆音樂會我就開始辦愛在台南，然後就開始辦那個音樂會。所有的那個收入100%全部捐給家福中心或者是立新基金會就是大家盡一己之力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正在努力還在也一樣繼續在推，希望這個城市是能夠透過音樂跟藝術給它更多不一樣的面向跟靈魂愛在台南，林飛旺全一起送愛。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春節假期特別來到，台南市展開為期15天的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護工作，出動490名警力，針對全市大型酒店、KTV 等109位以及重要道路進行大動作臨檢掃蕩。市長黃偉綽頭一天前往警局第4分局出席行政教育之外，嘛致情為問金勉勵。
在櫻花路甲建平路口設點，對着來往車輛進行臨檢。台南市展開為期15天的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護工作。市長黃偉綽前往市警局第4分局，聽取以治安平穩、交通順暢、民眾安心為三大主調的簡報，同時致敬慰問金勉勵警察同仁全力守護台南，讓市民安心過好年。我們特別謝謝辛苦的警察同仁以及民防、義警、義交、巡守、志工這5力能夠同步的動員。當然，其實每個人都要過年，但是犧牲自己的年節時間，只要貢獻出一些時間，就能夠對我們的治安維護、交通維持有大大的幫忙。當案出動490名警力進行高強度臨檢掃動，總共查到包含毒品、酒後開車以及通緝犯等各類案件26件，其中還有在 KTV 包廂內底客在畫面有身材非常好的水果娘仔，意外成為亮點。場所臨檢的部分，首先針對小型場所臨檢有6處，實施時間在23時到23時30分。大型場所臨檢的部分有3處，實施時間在23時30分到1時。本日總共規劃有2個屍檢組來同步實施臨檢。針對日前其他縣市發生公共場所隨機攻擊事件，市長已經指示市府團隊甲警察局要提高警覺，強化人潮組織公共運輸場所的巡守，落實有風險勤務、持續進行快速通報甲反應機制，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百貨每年的福袋啊來了，台南大碗壩就宣布2月17初1將準備300份新春福袋，邀請民眾來台南行春，開500塊買福袋試手氣。不止每一袋攏有共介紹的商品跟繪本，嘛有機會抽 iPhone 17等大獎，而且 APP 會員也閣他價抽價值6萬外黃金。過年互相送禮，除了表達感謝、博感情，更是一種溫暖的社交。台南大安東百貨除了提供各式各樣送禮好選擇，今年迎接馬年，嘛宣布2月17農曆初1將限量準備300份的福袋，要予大家試手氣。因為每一袋基本上攏500-600塊的商品加餐飲禮券已經回本。有機會抽 iPhone 17等大獎，更加輕人是 App 的金級會員，也有加碼抽市價6萬外塊的黃金。是元百特別加碼抽黃金的活動，只要你是憑元百 APP 的金級會員，要金級會員哦，那你來買福袋，那他就可以參加全台抽黃金的活動。那共抽出5名幸運兒，那幸運兒就可以獲得點精品的珍藏限量晶片，價值6萬多塊，真的非常的好看。百貨迎接過年，當年來攏會甲廟宇與也合作推出數號禮品等應景活動，邀請大家做伙來迎接馬年好運、平安加財富。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台南市北區聖安社區活動中心正式落成啟用，提供社區裡面聯誼活動空間，更有長照服務駐點，替北區公共建設擱添新亮點。新建過程更加具茶回收擱利用，甲環保局合作創造出文創小物。
聖安社區老寶貝的迎賓戰歌表演，替典禮揭開序幕。開元國小學生人賽帶領完成精彩，向正社區新里程碑開始。請剪彩。聖安社區活動中心新建工程由衛福部增減計劃補助2400萬，市府自籌4310萬，規劃2層樓建築，面積大約311平。一樓規劃做社區裡面集會空間，設有愛心共餐社區駐點加運動教室。2樓將成立社區型長照機構，結合了我們的聖安香草公園及未來的旁邊的鐵路地下化後的一個綠園道，這邊會成為一個最具有特色的一個社區活動中心。聖安里活動中心也是在我任內第30座新建的活動中心，所以說那整修的活動中心有38處，所以加起來68個活動中心。那我們也會努力再把一些新建中的活動中心以及規劃中的活動中心努力來完成。中心現址正新市分酒公賣局倉庫，原本厝頂是以檜榔氣加杉仔茶搭建，因此設計單位特別保留落來。中心經理搭佇咧2樓的娘家頂懸，更加舊茶回收佮利用，甲環保局合作創造文創小物，同時減少大約2300公斤的碳排放量。那因為我們都知道，這個垃圾丟掉呢，就是很可惜。那但是我們把那資源來再造的時候，就成為非常好的一些裝飾用品。啟用這天，里長嘛準備湯圓甲茶點，邀請鄉親共享入新厝的歡喜，迎接這份舊曆過年的大禮。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海岸燈會邁入第3屆，結合文化、教育甲宗教，展出老中青3代共同參與的燈會。舉辦邁入第3檔的海岸燈會，今年的燈區比往年更大，燈數嘛較濟。為金華路牌樓開始，一直延續到廟埕以及周圍巷弄，花燈溫暖色水，讓參觀者感覺到幸福甲希望。廟方佇咧6號暗時舉辦點燈儀式。邀請到中西區長蔡家富、立委林俊憲、議員許志春、林美燕、陳怡晶率眾校頂明代，做伙點亮海岸景的暗暝。先感謝大家共同參與咱這個傳統感謝咱的主委，咱也叫咱陳主委一年甲辦落來，以後就變做是咱海岸景個特色。因為電話愈加愈濟、愈水、愈長，變做逐年電話來點燈，大家就知影講又要過年啊！祝我的心，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馬上幸福馬力全開，幸福滿滿。這活動是由南台科技大學在地文化底蘊團隊協進國小幼兒園、希秀有國語教室樂齡中心。結合老中青3代共同創作出來，非常有意義。主委曾志耀表示，希望透過燈會燈條，帶動中西區經濟繁榮，也讓更多人認識三角定港海岸景的歷史。希望這場會當帶動咱中西區咱的燈會的繁榮希望大家進一步來認識咱三角定港海岸景。燈會期間，廟方佇廣場嘛有設立祈福專區。民眾會當寫下心願，卡向東路向媽祖誠心祈求。後段的遊線燈區，還有媽祖指示的福祝，提供信眾蒙福祝，分享葉靈氣。第2次修建廟宇的時候，媽祖也特別降價指示說，這個地方就是他靈氣聚集的地方，就是我們所謂的靈尾，所以他在這邊說要設一個福石，然後讓大家來摸福石，分享他的福氣，然後讓信眾能夠帶回去，一來有福氣，二來也平安健康順利這樣。所以我們當時候在建廟的時候，就在這邊安了一個福石，然後也推廣叫民眾有機會就來這邊摸一摸，然後把福氣帶回去。燈會不只照亮暗暝，也串起世代情感甲在地信仰。海岸燈會用溫暖的光為中西區點亮希望，也替城市留下屬於台南人的人情味。廟方歡迎國人大眾，為即馬開始到3月8號為止，每暗6點到10點的期間，來到海岸景看水水的花燈。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
為了拓展台南優質農漁產品銷售通路，台南市農產運銷公司特別甲遠東百貨愛賣大賣場合作，甲台南新鮮水果甲多項農漁特產品佇全台13間門市販賣。市長柯偉特嘛親自出席，推廣台南在地好滋味。過過一禮拜就是農曆的春節，為了讓全台消費者攏會就近選買台南優質的農漁特產，台南市農產運銷公司特別甲遠東愛買量販店來合作，由着市府甲着遠東百貨來簽訂合作的備忘錄，將台南產地特產的農漁特產正式來上架。市長黃偉特嘛特別到場，並且推廣台南在地新鮮的農漁特產。特別推出了魚產品，那大家知道台灣鯛，台南市是全台灣的台灣鯛最大產地，也是虱目魚的最大產地，所以現場看到很多魚丸啊、魚鬆啦，還有這個藕鏈這些魚這個水產製品，還有我們農特產的這個製品也很多。大家過年呢，討吉祥的這個應景呢，就是買棗子，就是這個早到幸福哈。然後所以說我們有很多棗子，還有火龍果，這些都是全台南市最棒、最火的這個農特產品。那我知道這裡不但是有生鮮的東西，還可以幫忙你處理哦，你回家烹煮特別方便。那如果回家不方便烹煮，還可以代客料理，所以這邊我覺得是最方便的。那所以有這個機會能夠讓我們台南市農特產品介紹給透過遠百愛滿介紹給新北的這個好朋友，那是最大的幸福。也希望借着這個活動，也能夠讓大家更認識台南。那如果這邊買了還不夠了，可以來台南，我們都很歡迎，隨時準備的等你就對了。市長強調，台南唔淨是科技的重鎮，更加是農業的大市。即間甲着遠東百貨愛買的通路來合作，全台消費者攏會用個就近，佇個13間的愛買量販店，採買台南上新鮮產地特產的農漁產品。現場包括遠東百貨副總經理，甲着量販店的營運長，嘛攏出席來見證，共同為台南優質的農漁產品大力來行銷。台南新聞綜合報道。感謝你收看2月10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楊淑懷，咱再會。流感、新冠拢有疫苗好做，哈。啊，你还讲袂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这我拢知啦，但是该做嘛愛做。给起來做啦！你這個唔是我對上死啊！對，趕緊別叫 boss。愛我們才有福氣啦。原來是夢，阮查某孫攏講哦，伊家人有時陣叫我愛看你去行地毯。準備好。好，行。做了，用心一解解決，給你做哦。剛桃，只來1天也可以保職災保險嗎？可以。啊，我們不是公司，這樣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職災保險會不會很難啊？一點都不難，可以通過統一超商 iPhone 機台申報，或透過電腦、手機上勞保局官網申報。代為申報特別加保的職業工會也能辦理。繳費完成，保障生效。實際從事勞動人員也適用於特別加保哦。特別加保真便利，臨時上工好安心。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
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